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大師傅裝修師爺嚟到屯門嘅新圍苑，呢個單位面積大係400尺，屋主頭屬為2房1廳。今次個單位嘅裝修風格係一個簡約嘅現代風設計，我哋希望一種簡約、企理同埋明亮嘅感覺。非常感謝業主信任，送咗係本公司嘅居屋全拆套餐加聲工程。今次嘅工程係包括客廳、房間、廚房、廁所嘅地磚、瓷磚金門，新訂造櫥櫃、浴室櫃、鏡櫃、浴屏，仲有包括全屋嘅水電、清潔費、假天花 LED 燈、油漆、大門、房門、廚房門同埋廁所門等等，仲有包括鋁窗金門，合共係288900蚊，連工包費，外照冇其他附加費用，以成為本嘅。首先嚟到廚房嘅位置，今次選用咗黑色嘅巴士門嘅。而今次櫥櫃嘅佈局方面呢，我哋分開咗兩邊，左手邊呢就係洗手盆，右手邊就係爐頭嘅位置。分開兩邊做櫥櫃嘅好處呢，就係一邊可以俾屋主攞嚟洗碗，而另一邊呢可以俾屋主攞嚟備餐用嘅。而喺右邊嘅櫥櫃右手邊呢，留咗放雪櫃嘅空間。今次成個廚房主要用咗白色嚟做主調，配搭咗少少白色嘅雲石紋路嘅地磚，希望簡約得嚟又有少少特色嘅。而呢個位置呢，我哋幫佢換咗一個鋁窗。然之後嚟到廁所嘅位置，我哋今次做咗一個黑色嘅巴士門。廁所入邊呢，我哋首先做咗一個鏡櫃，而下邊做咗一個浴室櫃嘅。今次我哋設計咗一個銀色嘅玻璃浴屏嚟區分淋浴空間。今次整體嘅廁所主要都係用咗白色同埋灰色嘅元素嚟做主調。然之後嚟到第一間房間，我哋今次用咗橡木紋嘅掩門。房間入邊嘅空間可以俾屋主放得張4隻床同埋一個大衣櫃。然之後嚟到第二間房間，呢間房間可以放得張4隻床同埋一個大衣櫃嘅。而出返嚟大門嘅位置，我哋今次選用咗黑色嘅木紋嘅大門。咁今次整體客廳嘅油漆選用咗淺藍色嘅顏色，配搭咗淺木紋嘅地磚，希望有一種簡約、舒適同埋實用嘅感覺嘅。